出门去游览，这不管是景点风景区，还是百货公司，人咧拢吵，都民众伫这个美食街看到讲有2个查甫人，敢若是为着占位的问题伫起冤家。前一领加的查甫人徛起来提关声音，向对面一个坐立的民众一直发休。查甫人火气正旺，敢若是无要紧，大家拢甲静静看。情绪激动的伊是继续大声讲讲。双方在伫天条伫满满美食街弯起来，引发着真侪人客关心。有民众将这个画面翕落来，讲这是伫一间百货公司的美食街。国庆连假看出来，百货公司人是吵，疑似是为着占位的问题引发着冲突。国庆连假来到最后一天，这个南部的百货公司也是有未少民众把握连假的尾流来踅街食物件。尤其是这到食饭时间，食饭位确实就真正歹找。假如说都坐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都会在旁边等，然后就是会等快吃完的人再做这样子。我觉得就是先放自己的背包，然后再出去。我们自己是会留一个家人在位置上对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就不会说用东西占位置。因为占位的问题，2个人闹甲无欢喜，吵闹的声音嘛引起着真侪民众的围观。只是安尼一婉泪，2个当事人的心情，恐惊嘛拍歹了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